新一日又嚟啦，沖咖啡、沖涼、搭車、返工，係咪聽都聽到厭呢？係㗎，我見過好多身邊嘅人，只要諗起返工就會唔開心或者覺得焦慮，所以佢哋轉第二間公司，希望新環境會有好轉，跟住幾個月後又轉過，日復一日，周而復始，發夢都想逃離呢個現實。週末、假期，甚至退休，搞咩啊？當我哋受困於呢個無盡嘅輪迴，我哋唔記得問真正嘅問題。我哋點解要返工呢？就係為咗搵兩餐同埋生存。返工係為咗搵兩餐同生存，就係咁簡單，唔使再多講啦。但係講到生存呢樣嘢，就有好多值得探討嘅地方。我想享受返工嘅過程，我想同我愛同關心嘅人過日子，覺得自己有價值。但係真係做到咩？點解每個禮拜有5日要起身返工？點解我要加入呢間公司而唔係嗰間啊？我今日就啟程喺一啲已經揾到動力嘅人身上，直接尋找答案。呢個旅程肯定唔簡單。返工呢樣嘢係好難定義嘅，而且佢同金錢嘅關係亦都唔清晰。當你問啲人，我最近就問咗我個女，點解你要做嘢？點解你做咁多嘢？佢就答我為錢咯。但係咁樣唔一定就係返工嘅定義，係你做啲嘢，然後收到錢，定係唔關事呢？錢本身唔係一個目的，係達到目的嘅渠道。係越嚟越多僱員喺工作方面有嘅期望，佢哋想喺佢哋工作裏面可以得到嘅嘢，唔單止係人工咁簡單。我人生醒住嘅時間，大部分都係返緊工，所以份工要係一啲滿足到我嘅嘢。當你全心投入一間你好有熱誠嘅公司裏面，同埋做一啲啱嘅嘢，就唔會覺得係返緊工。因為可以答到一個問題，就係呢間公司究竟有咩貢獻，同埋當我加入呢間公司，我有咩幫到手。你喺份工想要嘅第一樣嘢，就係樂意起身同埋樂意返工。可能係因為同同事相處會令你開心，大家一齊吹下水，好歡樂。又或者你根本唔使返辦公室，因為你可以透過遙距工作揾到返工同生活嘅平衡。總括嚟講，工作環境對我哋點睇返工呢樣嘢有好大影響。做員工一樣好好嘅嘢，就係你通常會有同事，或者你身邊有一班人，有時佢哋可能取代到你屋企人添。而當你同其他人一齊做嘢嗰陣，得到嘅歸屬感，就算嗰啲人唔係你同事都好，係可以令到你喺工作嘅層面得到好多滿足感。就算係你同其他人互動嗰陣，得到嗰啲細埃嘢，例如喂，你點啊，聽日見啦咁，呢句聽日見啦係比你想象中更加有份量，更加重要，因為咁代表你喺呢個群體入面有將來。呢個世界不斷經歷緊解構同改造嘅過程，你多數都係為其他人做嘢，為一個唔係你揀嘅大家庭做嘢，所以你會想建立一啲發自內心好真實嘅羈絆，你會想盡量減少啲分野，去到一個階段係同事變成朋友，呢樣嘢係現實生活中好多人想要嘅。我哋相信返工係開心嘅，呢個係我哋公司嘅風氣。你可以睇返1978至79年，當公司第一年做生意嗰陣，佢哋想諗個口號，等啲人知道佢哋係做啲咩嘅。嗰陣佢哋好想將公司搞得好過其他人，所以阿班嘅諗法係做生意係有責任去回饋社會。傑利就話：如果唔好玩，點解要做啊？係啊，如果唔好玩，點解要做？就好似呢度嘅咒語咁，即係如果你做緊嘅嘢真係一啲都唔好玩，咁你做嚟都冇意義啦。如果你有機會問下其他人，你就會知呢樣嘢係真㗎啦。就連職稱都係，當我哋做嘢嗰陣要講我哋嘅職位，你可以有一個好無聊嘅職稱，但係喺呢度，當你同人見面，然後話我嚟自呢間公司，呢個係我職位，佢哋會話：哇，呢間公司啲人呢真係好識玩喎。我20零30年前喺度做嘢嗰陣，當出面有裝藍莓嘅車嚟到，
跟住我哋就會熄晒啲機，全部人出去幫手落貨，因為嗰啲係生果，即係話唔可以擺成日噶嘛，所以要優先處理。呢種一齊去做一樣嘢嘅經歷真係好特別。嗰陣公司仲好細，變成大公司之後，要繼續令啲人咁投入，需要做多啲嘢，花多啲心思。但係我哋一直好努力想做到。我哋從來都冇喺工作裏面失去樂趣。我哋同事之間成日都會喺度講笑，或者搞啲惡作劇。有時當你知道返工嗰陣可以講下笑、玩下，又可以做到正經嘢，個感覺好好，亦都可以令返工嘅時間過得快啲。嗰陣我老婆話我知，呢度請人做暑期導遊喎，不如你哋都去試下啦。嚟呢度做嘢嘅人可能因為唔同嘅原因，但係留低係因為呢度嘅文化同埋佢哋好滿意呢度嘅環境。我自己嘅經歷就係咁樣，我當初只係當佢係夏天嘅一個站，諗住之後就會轉工，但係12年之後我仲喺度。當你全心投入一間你好有熱誠嘅公司裏面，同埋做嘅一啲啱嘅嘢，就唔會覺得係返緊工，你唔會覺得係辛苦，你返工嗰陣會覺得好興奮，想快啲去做你手頭上嘅嘢。呢個就係點解啲人要揀公司嘅原因。如果你揾到一間係可以推動到你，令你可以好投入嘅公司，咁你去啦。喺呢種地方，啲人會鼓勵你做返自己，所以你會覺得有自由去表達自己嘅個性。最重要可以表達真我。啲人唔會逼你戴面具，咁係因為佢哋唔會逼你去滿足公司嘅期望。就好似法國快餐店嘅口號，做返自己，就算做自己都好安樂，唔使合理化自己嘅行為，或者扮演一個你要做嘅角色。做返自己係最有效率嘅。我唔使去勉強自己改變，所以我每日返工都可以做返自己。我係嚟自波多黎各嘅，即係雖然我係美國人，但係我係嚟自加勒比地區。仲有佛蒙特州呢度好唔同，文化上同我屋企好唔同。喺呢間雪糕公司，我覺得可以做返自己。我唔使扮演同我唔同嘅角色，我唔使收埋口音，我可以100%展露真我。公司俾你嘅福利，亦都係嗰個工作環境嘅賣點。呢間公司其中一個搞笑嘅福利，就係每日可以收到1.7公升嘅雪糕，簡直係夢想成真啊！但係聽聞有啲公司最近開始提供一種好特別嘅福利，呢樣係有啲人發夢先可以擁有到嘅嘢——無限假期政策啊！我哋去到法國，同教育機構嘅一 team 人見面，聽佢哋講多啲。馬修同皮埃爾喺青少年時期開咗呢間公司，主要提供網上課程。佢哋公司日益壯大，因為佢哋有個幾百人嘅團隊，旨在令所有人都可以得到教育嘅機會。幾年前我哋決定實行呢一個無限有薪假期政策，而且我哋想確保你係真係會請假嘅，而唔係就算有假期，但係因為壓力我唔想請，因為咁樣就冇意義啦。所以我哋推出咗樣嘢，就係只要你每次請假多過3個星期，就會有1000歐羅獎金。即係公司同你講，每年只要請假多過3星期，我哋甚至會俾你1000歐羅去做呢樣嘢，因為我哋覺得咁樣對你有好處，而因為對你有好處，對公司亦都有好處，對成個集團都係好事。呢啲已經係基本嘢。即係話，就算你突然間要請一日假去處理一啲個人事務，或者需要請日假休息，你都唔需要擔心。只要你係長期對公司咁有貢獻，你就唔使擔心呢樣嘢，冇問題嘅。一個好嘅工作環境，唔止係講緊一個好靚嘅工作空間。公司裏面有啲好高級嘅餐廳，呢啲係矽谷嘅大企業喺過去20年一直好重視、一直定義緊嘅嘢。今日一個好嘅工作環境，對於好多工種嚟講，就係喺返工嘅時候，喺工作時間同空間嘅彈性處理，尤其喺服務業或者喺專才嘅領域。有好多人想結合佢哋嘅私人同工作空間，有啲人會想住喺雪山旁邊，然後每個週末都去滑雪；有啲人會想住喺海灘旁邊，然後每個週末去滑浪。喺工作同空間嘅範疇有一個彈性嘅處理，就係理想嘅工作環境。
我係喺疫情期間先知道呢個地區，多得公司我可以喺呢度留低2個月做嘢。我愛上咗呢度，呢度可以俾我做到好多我嘅私人時間中意做嘅嘢，例如踩單車，喺郊區同周圍行下，或者遠足去海邊都唔遠。所以當我舊年嚟呢度，我一直好想有日住喺度，呢度可以俾我繼續做我平時做嘅嘢，即係繼續為教育機構做嘢，繼續可以做一啲貢獻，但係同時做到我中意嘅嘢。我返工就係咁噶啦。我哋係遙距工作為先嘅公司，但係唔係得遙距工作。我哋有辦公室喺巴黎，都係有個總部喺度嘅。我哋喺北面都有辦公室，例如喺倫敦同紐約。我哋想做嘅係俾我哋嘅員工自由，俾佢哋揀。我哋都想同啲學生更加接近。佢哋係網上上堂嘅，所以佢哋想得到啲乜嘢，我哋都係喺網上協助佢哋。大家都係喺網上工作。我同意啊，非同步通訊係新嘅法則。我都係一樣，我從來冇去過辦公室，每日都係遙距工作。我好多喺服務業嘅朋友情況都係一樣。呢種工作環境的確係幾吸引嘅，但係咪每個行業都可以咁做呢？嗰啲唔可以遙距工作嘅人點算呢？我去咗英國中部嘅一間玻璃工廠睇過，你可以估到，總有人要喺度開機閂機㗎嘛。我喺一啲有過100年歷史嘅製造業公司裏面見過嘅人際關係係好緊密，會互相敬重同埋好有意義嘅，因為佢哋有呢一種文化，係師傅同徒弟嘅文化，可以令人與人之間互相學習，世代之間互相尊重，呢一種互相敬重嘅精神，令到佢哋嘅關係好特別。靚嘅網頁，高嘅薪酬，好嘅福利，仲有清晰嘅目標，可以吸引啲人加入。但係影響佢哋留唔留低嘅，係佢哋加入公司之後得到嘅經歷。我喺製造業呢行已經做咗超過20年啦，所以我見證過呢度點樣建立一啲長遠嘅關係，建立友誼或者同事之間嘅感情。我諗建立到嘅感情係因為我哋都係着重嗰個過程，製造業裡面嘅過程係好重要㗎。當你遇到一啲技術上嘅挑戰或者難題，我哋好着重嘅係大家圍埋一齊，諗辦法盡快解決嗰個問題，咁先可以繼續生產到我哋嘅產品，繼續供貨俾客人。有樣重要嘅係喺返工嘅一日裡面，唔係全日都係做嘢㗎嘛，你會有時間花喺同人傾偈，同其他人一齊相處，傾下你喺上個週末做過啲乜嘢，或者睇過啲咩電視節目，冇問題。呢個係人與人之間建立感情嘅一個重要環節，而呢樣嘢喺工作場所係值得鼓勵㗎。睇嚟第一個動力來源係一個好嘅工作環境。好明顯，我哋返工嗰陣需要有朋友，享受個過程同靈活工作。但係有時都需要提醒下，呢啲只係基本嘢，因為有好多公司連呢種基本環境都提供唔到。但係淨係得好嘅工作環境都唔夠㗎，係咪？我哋要享受做緊嘅嘢，即係工作嘅內容，呢樣就係第二個動力來源。關於呢點，我同意黎鐵沙嘅講法，佢建議我哋要探討工藝嘅價值。通常我哋講工藝呢樣嘢，我係講嗰啲靠工藝為生嘅人，仲有嗰啲自僱人士同自由業人士。但係事實上，講到工藝方面嘅價值，佢嘅自主性、負嘅責任同埋創意，亦都可以套用喺一啲打工仔嘅情況身上。今時今日喺呢個世界返工，你會發現負責設計同做嘢嘅人係分開嘅。你會見到有一班人係負責去度橋設計嗰個過程，例如工程師，仲有嗰啲智囊團。另一方面有一班人，佢哋要做嘅純粹就只係執行一個工序。
佢哋要好穩定同好重複咁樣去執行呢樣嘢。對好多人嚟講，咁樣係好霸道嘅，因為咁樣去做一樣嘢，咁樣去接觸工作係唔自然嘅。因為我哋嘅智慧唔只係喺諗嘅過程，喺做嘅過程都有體現出嚟。今時今日好多人就係想追求大腦同手之間嘅調和，咁樣可以代表多啲落手去做嘢，或者多啲用手去做，亦都可以指整啲嘢出嚟嗰陣，盡量令到大腦同手都有參與。木工、朱古力師傅、陶藝家，佢哋都好識得活用大腦同埋對手。為咗更了解黎鐵沙講嘅嘢，我去探望一位我欣賞咗好多年嘅工匠。佢身處喺法國嘅白朗峰霞慕尼，一個四圍都係山嘅地方。我好期待快啲見到佢啊！彼得嘅工作係用木材製作自由式滑雪板，佢間工作室嘅地點好啱佢啊！我有次好神奇咁收到個請求，用一啲神木製作一對現代嘅自由式滑雪板，要用最靚嘅神木。嗰對板要好實用、好潮嘅，但係同時有傳統物料嘅感覺，只可以好細規模咁做，好似工藝品咁做。基本上你係由嗰棵樹開始，嗰嚿木材，我會用客人揀選嘅神木，然後我會觀察啲木紋，睇下攞邊度去做核心材料，有邊一忽可以俾我用，因為每一塊板嘅形狀，每一塊板嘅大細都係唔同嘅，我哋做出嚟嘅嘢會影響到塊板俾我哋嘅表現，就好似砌一架車咁樣，無論係砌一架貨車或者一架跑車，過程係有難度嘅。你永遠都要開始同埋準備定下一步，永遠都唔會完嘅。當你砌完一部分，你之前砌完嘅嗰啲部分又有另一個工序要做，有啲似跳舞咁。但係如果你喺製造嘅過程有任何一部分係唔夠投入去做，包括啲好煩嘅工序，例如打磨或者收集咗一定嘅木屑之後要處理佢哋，好多人冇為意，其實好多工序都係冷卻佢、磨下佢或者維持現狀。但係嗰啲嘢好重要，同埋我覺得呢啲都係呢樣工藝有趣嘅地方。所以工匠精神唔只係講緊嗰啲真真正正用對手去做嘢，或者嗰啲用木材去整工藝品嘅工匠，佢亦都係關於可以好安樂咁做翻自己，喺做嘢嗰陣完全用翻自己有嘅嘢。做呢樣嘢嗰陣，唔係淨係諗緊可以得到啲咩利益，仲有係關於呢樣嘢係點樣用嘅，可以用幾耐，同埋有啲咩人會用佢，呢啲所有嘅諗法會令你同嗰對滑雪板建立感情。我哋大部分嘅客都係滑雪愛好者，佢哋好中意上山，我都係，所以我試過停低問佢哋中意啲咩，點解係滑雪啊？我好快就明白，佢哋最有興趣嘅係啲雪山。有啲人的確係中意自由式滑雪，中意啲雪越粉越好。有啲人係過嚟度假，同埋體驗下滑雪嘅，兩樣都有。但係有啲人會話，我哋喺度係因為跟埋屋企人上雪山，呢樣係令我最有滿足感嘅，好滿足，感覺好特別。因為你知道你做嘅嗰樣嘢係可以俾人用好長時間，而且佢哋會愛上滑雪。我哋嘅製作規模其實好細，可能一年只係100對滑雪板。我哋可以將一個高嘅質量帶俾用嗰啲滑雪板嘅人，咁係令我好光榮嘅。講真啦，我冇數返咗幾耐嘅，我從來都唔數自己返咗幾耐工，但係我只係好長時間，每日都好長時間，因為一定有啲嘢要做。每日都返好耐，因為咁你先至可以準備好第二日要做嘅嘢。仲有個過程，通常我會鍾意夜晚先將啲嘢黐埋一齊，第二朝就可以繼續係一個工序，所以通常都好長時間。但係因為我好享受我做嘅嘢，所以呢個唔係問題。我返工從來都唔會帶錶嘅，我係靠生理上嘅時鐘，一步一步咁完成每一個工序。由成個製作過程去睇，
創造力唔係要做到好似畢加索咁，係關於為每個問題揾到一個獨特嘅答案，同埋係靠自己諗出嚟。例如話，出面有好多喺金融業要計數嘅人，或者喺會計要用 Excel 嚟做嘢嘅人。你通常會話一個用 Excel 嘅人係好有創意嘅，但係唔講唔知，其實咁係好有創意嘅。如果你有讀過數學嘅話，你一定知道要揾出唯一嘅方法去解答一條題目，呢個過程通常都係好有難度嘅。而 Excel 就係可以做呢樣嘢嘅工具。我覺得喺工作嘅每一個範疇都可以揾到創意。我覺得最重要嘅係，當你選擇去做一樣嘢，你係有熱誠同埋有興趣嘅，因為我對呢樣嘢有興趣，我先至可以喺製作嘅過程裏面嘅每一刻發揮到我嘅創意。創意可以喺任何地方揾到，所以地球先至會咁靚。我覺得每個人都有佢自己嘅創意，有啲人佢哋可能會唔肯認，或者覺得自己冇。哇！彼得完全表現出工匠嘅精神啊！我而家了解得更多啦。當你見到一樣靚嘅嘢，一樣藝術品，要做出呢個作品，你要非常之投入喺你嘅技藝入面。我都覺得大家係有創意嘅，只係表達方式唔同啫。見完彼得之後，我好想知用電腦工作嘅人係咪都可以體現到呢種工匠精神呢？我搭飛機同某軟件公司嘅一 team 人見面，佢哋叫自己做軟件工匠。軟件工匠其實寫程式同製作其他嘢都係一樣佢都可以係一種藝術我哋每日都喺電話同埋喺電腦用緊軟件，係人砌出嚟嘅。佢哋唔係突然間喺空氣中出現，唔係電腦整嘅，係人整出嚟嘅。當你係一個普通嘅工匠，要用啲木材砌啲嘢嗰陣，你可能係砌一啲家私，然後喺後面。如果你係一位真正嘅工匠，咁後面應該同前面一樣咁靚。就算嗰一面平時係冇人睇都好啦。我本身對軟件工匠就係有咁嘅睇法。程式嘅代碼寫嘅過程入面係好小心咁樣砌出嚟嘅。我哋睇嘅嘢唔係淨係得結果，成個過程都係結果嘅一部分。有陣時，如果你可以用一啲好簡單嘅嘢去解決好複雜嘅問題，個感覺好正。每個人寫程式嘅方法都同其他人唔同。你可以喺入面睇到佢哋每一個人嘅性格，例如佢哋點樣組織，點樣寫成文字。我覺得你一定要為你做緊嘅嘢覺得自豪，呢樣係最重要嘅。因為如果你唔為你做嘅嘢自豪，你好可能變成只係為咗錢而咁樣去做。為咗令自己覺得自豪，你要將你嘅風格擺入去你做緊嘅嘢入面，即係話，如果你有得話事，你可以放更多個人風格入去，你可以喺砌嘢嘅過程更加有創意。你要為自己做出嚟嘅嘢負責。我認為呢一啲價值觀擺埋一齊就係工匠精神。自主性、創意同埋責任，呢啲就係呢間公司嘅員工喺日復日嘅工作裏面揾到嘅工匠精神。佢哋對管理有獨特嘅睇法，因為佢哋冇經理呢個職位嘅。我哋做嘢係有啲唔同嘅，我哋係冇管理層嘅，係用一個合作嘅形式做嘢，全部人一齊去做決定。我相信呢一樣嘢同其他公司好唔同，所以我哋唔係有一個人去決定所有嘢，我哋係一齊做決定嘅。喺我哋公司，我哋係唔會控制員工嘅時間，只要可以完成到佢哋要做嘅嘢就得㗎喇。我覺得呢樣嘢好重要啊！我係唔會控制我個 team 人，叫佢哋一定要由朝早9點返到下晝5點。如果佢哋想放個 break 唞下，佢哋係有呢個自由，只要之後繼續做嘢就得啦。我哋嘅等級制度係平等嘅，即係你唔使經過所有層面先去做一個決定，所以冇老細㗎。有啲喺度做嘢嘅人接觸我，然後同我講：你加入我哋啦。佢哋介紹呢間公司，當時我諗咁樣就好似無政府狀態或者共產社會咁。我當時好奇怪，
點解可以冇管理層？咁平時係點樣做嘢㗎？係邊個話你知要做啲咩？啲界限喺邊啊？呢樣嘢吸引到我，令我好想知道多啲，係唔係真㗎？係唔係只係一啲企業嘅宣傳伎倆，即係講出嚟吸引啲人加入呢？係真嘅。我哋喺公司係真係冇管理層嘅，我哋唔需要管理層。喺過去嘅7年入面，我哋都唔需要，我哋只係需要人才同埋自主性，由咁樣去運作。我第一次嚟到呢度，我問人工作範疇係乜嘢啊？我要做啲乜嘢啊？然後佢哋問翻我，你想做啲乜嘢啊？所以我開始留意下其他人喺度做緊乜嘢，然後我就嘗試俾一啲意見，例如我哋可以試下改下呢度，或者改下嗰度。呢個係第一日嘅事。呢度我有做任何嘢嘅參與權。如果我決定咗要做啲嘢，有時可能係我決定嘅，有時係集體決定，一班人好民主咁一齊決定。我哋會投票，投大家心目中嘅決定。你會覺得你有份參與成個過程。呢個參與權令我覺得呢間公司我係有份嘅。我覺得啲人點解會留喺度，絕對係因為呢個文化啊！呢個都係我留低嘅原因。你可以用雙倍價錢請我，但係我覺得我唔會走。好啦，我哋見到有公司唔需要管理層都可以成長，但係其實有管理層都可以有類似嘅工作環境嘅喎。雖然好多公司搣唔甩呢樣嘢，但係管理人員嘅職責其實就係創造一個大家可以安全咁採取主動嘅環境。有咩想講，經理可以提供機會俾你發表，仲會認同你添。係一個信任關係，因為咁我今日先可以喺度。我要覺得俾人信任，仲有都要信任我嘅能力，仲有呢種自主性，呢啲嘢可以幫到我。點講呢？有更好嘅表現，亦都可以俾到我動力，因為我知道我係可以忠於自己，做返自己，而且喺講嘢嗰陣都唔需要有任何過濾，咁係好重要㗎。好彩我同我嘅上司都係呢種關係。我覺得好重要一樣嘢就係鼓勵員工去有呢個自主性。有好多機會可以做到呢樣嘢，我哋好想啲人可以一齊分享公司獲得嘅成就，經過呢樣嘢，慢慢培養出可以解決自己問題嘅能力，咁係好有成功感㗎。你諗下，當你可以去發現一啲問題，尋找解決嘅方法，自己去做分析，跟住可以執行到呢個解決方法，然後因為咁而得到認同，咁係好重要㗎。換句話講，管理人員就好似栽培動力嘅園丁，佢哋嘅職責就係由一大班嘅人才裏面嘗試去培養出嗰啲人才嘅個性，然後揾到適當人選。可能每半年、每2年或者每5年，人人都唔同，每一代都唔同。佢哋要諗咩環境下員工可以表現出自己嘅個性，點樣喺冇過濾嘅情況下表達意見，點樣可以唔使戴面具，用真面目去見人。我哋揾到幾個動力來源，幫助尋找工作嘅意義。首先要有好嘅工作環境，做到朋友嘅同事，啲條件都好重要。仲要有彈性，你亦都要中意你做嘅嘢，即係中意份工啊！但係返工係咪淨係得咁多呢？如果我每日要貢獻生命中最重要嘅嗰樣嘢，即係時間，貢獻8個鐘，我要保證係值得㗎。我想貢獻去一啲同我有關嘅項目，我想覺得自己有用啊！好多公司喺一開始佢哋創立嗰陣，係為咗實現一個使命，唔係為咗賺錢。你可以話賺錢係達到呢個使命嘅一種工具。幾年前，我哋先幫教育機構訂立咗我哋嘅使命。我哋一開始係冇嘅，因為好明顯嗰陣仲讀緊中學，我哋只係得11或者13歲。當時我哋完全唔明白一間公司係啲咩嚟。當初呢個項目嘅目標唔係要成立一間公司，我哋係想幫人。
身為一個喺羅馬尼亞長大嘅細路，我父母將我送到去一間寄宿學校，因為佢哋住嘅嗰區係冇學校㗎，所以佢哋就將我呢個細路送去另一個城市，係一個離我哋屋企好遠嘅城市。咁樣唔止俾到好多麻煩佢哋，我都覺得好辛苦。所以大個之後，我發現原來想得到一個好嘅教育機會係咁難㗎。當我為一間咁有使命嘅公司做嘢，我一邊做一邊喺心入邊有一個諗法，就係只要有呢個機會，可能係一啲合作機會，或者透過我個人嘅人際網絡，我做嘅嘢係可以幫到好似我咁嘅人，一啲接觸唔到傳統教育機構嘅人。我諗呢個就係我做所有嘢嘅動力啦。我喺公司裏面最好嗰幾日，就係嗰啲同我哋嘅使命直接有關嘅項目。例如我曾經同一啲學生或者客戶傾過，你可以由對話中聽到我哋點樣直接影響到佢哋嘅生活。我哋其中一個學生嘅爸爸分享咗佢個仔嘅故事。原來佢個仔當時係坐緊監嘅，而我哋就幫助佢受訓做開發商，然後佢仲因為我哋揾到一份學徒嘅合約添。而且因為呢份合約，佢仲可以假釋出獄。佢而家份工係因為我哋而嚟嘅，我就覺得哇，我哋真係幫到佢喎。而且呢樣嘢係真正可以幫到人嘅，我哋真係可以好大程度咁幫助到佢嘅生活，咁令我好自豪。我而家睇到嘅係有越嚟越多人覺得呢樣嘢重要，佢哋會嚟同我哋交流或者申請入我哋公司做嘢。佢哋中意我哋有清晰嘅目標，佢哋中意我哋喺社會有一個好清晰嘅定位。我哋好清楚我哋為世界、為地球做緊啲乜嘢。我哋知道啲產品唔只代表我哋嘅質素，仲有佢嘅持久性。同我哋想令地球變成一個更好嘅家，呢個目標一致，真係令我好自豪。老實講啊，當我去到一啲朋友嘅屋企，佢哋屋企可能係裝修緊，或者做緊一啲擴建，我成日都會望下啲玻璃。如果係嚟自我哋公司，我就會好自豪，咁會令我好想話俾佢哋知，啲玻璃係嚟自我哋間公司㗎。仲有喺製造業呢一行，你係見到自己做嘅嘢，佢就喺你面前，你做嘅嘢係真嘅，係掂到嘅，你會見到係點樣喺出面嘅世界用緊。有啲人做嘅嘢，佢哋嘅結果係好清晰㗎，唔一定要係啲實在嘅嘢。佢哋唔使圍住張台坐喺度，然後討論我哋嘅目的係咩啊？我哋有冇目的㗎？我哋有冇一個使命㗎？我哋使唔使跟翻呢個使命，達成嗰啲使命啊？通常呢，你越講得多嘅話，就會越唔清晰，又或者話佢就會包含更多廢話，或者聽落去會冇咁真實。我唔係講緊呢樣嘢，唔可以係一啲複雜、冇咁明顯嘅嘢，但係通常只要經過行動或者你嘅工作，你唔需要諗好耐，諗得好深入，就會知道你嘅使命。而家呢個世界社會同環境嘅轉變都係史上最快。大家都爭住去投身一啲可以持續發展嘅大公司，一般人根本就冇機會去探索自己或者尋找啲咩意義，反而要喺一啲有能力改變現狀嘅公司努力證明自己嘅價值。就係咁，我哋要橫跨大西洋，就算你嘅使命唔係同你啲產品同服務有關，你都可以用一套共同嘅理念，將公司嘅員工、設備同埋供應商連成一線，喺一啲重要議題先表明立場。呢一方面，雪糕公司一直帶頭做緊啊！我哋都有一個使命嘅，因為我哋嘅創辦人即係阿班同埋傑利，佢哋當時仲喺公司做緊。40年前開始呢壇嘢嗰陣，佢哋只係兩個20零歲嘅僆仔，有共同興趣就係中意食嘢同埋一齊玩，所以佢哋就話不如一齊搞一壇同食物有關嘅生意啦。佢哋都中意食雪糕，所以佢哋開始呢一壇嘢嗰陣，佢哋嘅目標唔係為咗揾人着數，
佢哋嘅諗法係佢哋唔中意大多數公司都係為咗賺錢，而且賺嘅錢係嚟自嗰啲俾人邊緣化嘅人，所以佢哋就諗有冇第二個方法搞生意呢？係一班同傑利想宣揚嘅嘢。好多公司會攞使命嚟做一個手段，例如話我會做啲嘢令你中意我，然後變成營銷手法。我哋公司唔會咁樣做嘅，我哋會盡量揾一個我哋關心嘅議題，然後採取行動，因為對我哋好重要，同埋係我哋嘅價值觀嘅一部分，唔係營銷手法。我哋有時可能會對一個議題表明嘅立場，係對我哋盤生意完全冇幫助嘅。但係阿班同傑利就係想講，我哋唔想咁樣做決定。我做咗30年，從來未試過開會嗰陣有人話唔好咁做啦，因為會影響銷售額。最近我哋經歷咗一段唔夠人手嘅日子，就好似全世界都係，我哋唔夠員工。啲廠同我哋反映，我哋需要人幫手做雪糕，所以佢哋嚟到辦公室問我哋啲人，你可唔可以去工廠幫手啊？當時我就喺工廠嗰度每日幫手12個鐘。你見到啲雪糕杯經過，每分鐘300杯，佢哋嚟得快，走得快。你知道我哋雪糕啲口味啦，例如朱古力軟心布朗尼雪糕，用嘅係紐約某間餅店出嘅布朗尼。嗰間餅店係請露宿者嘅，而且仲訓練埋佢哋，所以每一杯雪糕經過嗰陣，你知道你做緊嘅嘢係幫緊嗰個使命，你會覺得好有意義，因為你可以親自幫手，而唔係就咁坐喺度，成日望住個鐘，等到夠鐘就收工。我覺得有啲公司佢哋嘅作風係有啲守舊嘅，佢哋會諗我哋要不斷搶人才，所以公司一定要夠時尚，要與時並進。咁唔係正確嘅做法，未打仗已經輸咗。反而佢哋應該要對自己嘅理念更堅持、更有自信，而且要令到其他人都相信佢，相信你嘅哲學，相信你做緊嘅嘢。如果你行自由主義，就唔可以行人道主義，呢兩樣嘢係唔同嘅。咁你就揾唔到一班有共同理念嘅人才，你只係一邊黑一邊白一邊灰色，冇底線。我覺得好重要嘅係，任何企業都應該參與改變社會嘅力量。其實我就唔相信而家有一種全球性嘅突破，令我哋改變咗對社會同對公司嘅睇法。調翻轉睇，因為員工都係消費者，我哋改變咗對翻工呢樣嘢嘅期望，改變咗遊戲規則，所以我哋而家會鼓勵啲公司為自己重新定位，咁先可以生存到。答翻你嘅問題，我覺得要諗嘅係，去到某個地步，我哋要問翻一個問題，就係我間公司喺現今嘅世界有咩貢獻，喺未來有咩貢獻呢？如果我哋答唔到呢個問題，咁間公司應該生存唔到。唔係因為本質上生存唔到，或者根據佛利民所講，生意嘅本質就係做生意，咁諗法唔係問題，係因為去到某個地步，僱員同埋消費者都會重新思考，然後做一個選擇。如果每個人運用翻佢哋嘅才能，一齊去做選擇，咁可能會加快咗我哋所期望嘅一啲轉變。呢個就係我哋個項目嘅意義，點樣可以喺未來30年繼續有貢獻同埋有持續性嘅表現。有啲客人佢哋係知道我哋有呢個社會嘅使命，佢哋知道我哋會用公司嘅力量為社會帶嚟改變。呢啲客人呢，喺好大程度上忠心好多嘅，比起嗰啲以為我哋淨係賣雪糕嘅客人，忠心成4倍有多。嗰啲知道我哋平時做緊啲乜嘢嘅客人，佢哋會少買其他牌子，例如佢哋唔會因為減價而買另一個牌子，就算做緊優惠都好。所以呢樣嘢我哋行得通，任何公司都行得通。我覺得另外一樣重要嘅嘢就係，你可以話係有目標或者有某啲價值觀驅使，對員工嚟講，呢啲係一啲好強大嘅動力。我諗我唔會入一間冇清晰使命嘅公司做嘢。我哋做嘢講到尾都係為咗揾兩餐。如果公司要我去做一樣嘢嘅話，我係好樂意企出嚟做。但係如果講到我想做啲乜嘢，有啲咩吸引我，喺呢度嘅使命吸引到我嚟做嘢，亦都係我留低喺度嘅原因。如果有日我因為任何原因離開，我要揾個地方係可以俾到我一個類似嘅心態，唔係得過且過，或者只係幫股東賺錢，而係令全世界變得更好。
身為公司基金會一份子，我曾經試過面對面同一啲人傾過，佢哋好多都係受惠於我哋公司嘅決定。例如我哋會出錢資助某啲機構咁啦，呢啲嘢我一直記住。就算有日我哋嘅工序上有阻滯，處理廢物有啲困難或者其他問題，我會諗翻起我做嘅嘢係為咗一個更大嘅使命，係影響緊全世界。我會正面咁睇成件事。就算你唔同意我哋喺司法制度裏面對於某個議題嘅某個立場都好啦，呢樣嘢都係我哋公司好重要嘅一環。就係無論你係邊個，喺公司係咩職位，你都有辦法可以同公司溝通翻大家嘅價值觀同使命。尋找意義唔係呢一代人先做嘅嘢，係好重要嘅。因為講完咁多之後，返工都係佔據咗我哋人生裏面大部分嘅時間，所以令工作越嚟越高質係勢在必行嘅。就算只係人與人溝通嘅層面，或者一 team 人裏面嘅社交關係都好，都會俾到我哋意義。但係好明顯嘅係，尋找意義呢樣嘢，經過一代又一代之後，你最後會發現呢個意義係唔關個人事嘅，反而更多係喺社會層面。就算我做唔到任何嘢，我都願意每日俾10個鐘頭或者生命裏面嘅40年，為呢個世界作出啲貢獻，因為都係我嘅世界。好啦，總括嚟講，想喺工作裏面揾意義唔係好難啫，可能係工作環境，或者點樣達到目標，完成一啲任務，或者係貢獻俾公司嘅使命，我哋一定可以喺當中揾到我哋嘅動力來源。喺我哋去過嘅大公司，唔係所有嘢都係完美嘅。就算間公司唔大，每一個經歷都係與別不同，永遠都唔可以以偏概全。係咁，點解我哋要返工呢？係為咗全部嘢，例如學新知識、見其他人，想覺得自己有用，或者令自己忙啲咯。如果唔係有咩做啊？坐喺沙灘等每一日過。但係講到尾，尋找意義唔一定係痛苦嘅。如果逼自己諗得太盡，咁就冇意義啦。最重要嘅係享受當中嘅過程。我就係咁樣想象工作嘅未來㗎啦，就係享受每一日。